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，意思是说我生他甚是痛苦。雅比斯名字的意义是带来痛苦的人，他的人生的起点并不欢乐，反而是痛苦的代名词。也许是他母亲难产，也许是他出生的年代有战乱或者经济之苦，就好比我们现在出生的孩子，他也是属于在一个痛苦的时代。所以首先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。也许你的原生家庭不祝福你，也许你有一个带来让你痛苦的孩子，但无论什么样的痛苦，我们都可以用这首诗歌的内容来祝福自己，求神扩张我们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现在一起开口，来为你的痛苦，为你的需要献上祷告。我们一起开口。真的对很多人而言，这是一个带来痛苦的时代。但是我们一样要用雅比斯的祷告，一样为我们的城市来祝福，求神扩张我们的城市，扩张我们的国家，让我们的人民无论走到全世界什么地方，都是一个被束缚的国家。我们一起来开口，为我们的国家、社会、城市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，我们真的是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国家，无论我们走到哪个地方，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国民、我们城市的人都是有尊严、有尊荣的，因为我们神是神你的孩子。主要当我们漠视我们的基督徒站立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就是知道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扩张我们的境界。教会是可以安慰众人痛苦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来开口，为了我们的牧师，为了在这里每一个辛勤服侍的首长、领袖首长，每一个团契同工，每一个你所知道的服侍，包括若你是那个服侍的同工，为自己祷告，为你的团契，为你的首长来祷告，为我们的教会祷告，求我们的教会是可以帮助别人、给人安慰的地方。我们一起来开口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要为我们的教会献上我们的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在你的面前，主要是这个真的是可以祝福别人的地方。当有许多的人来到我们教会当中，当他们承受许多痛苦的时候，主要我
我们的祈求，更加添我们持续呼求的能力，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懂得用仰望你的座位来站立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让我们起立，一起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热情，驱赶所有负面的情绪，大声宣告神的圣灵正在这里来运行。我举手向祷告的灵呼吁。的信靠，我现在要充满神话语，使我祷告真然有能力。主啊，兴起更多，祷告经历，让祭司恩膏运行在这里。愿我们祷告，射出如闪电，跟随。中黑暗掌权，我见天开了，胜过眼视着上去下来，我见天开了，胜过眼视
不知道当怎样祷告，但是圣灵亲自用无可言喻的叹息来替我们祈求。我们要来呼求主圣灵他的名字。主圣灵，轻轻呼唤着我的心灵，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。哦，我神，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，天使围绕，带领我看见你。主圣灵，轻轻呼唤着我的心灵，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。哦，我神，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，天使围绕，带领我看见你。十架上担当
是的，慈爱的父神，我们每一个人